一样，晚上我们会直播了哈，时间不一定哈。曾经火车站这边有啊，现在比较少了。Hello， 靠背啊，怎么没看到？没有看到嘞。我们继续走下一趟啊。那个邮局里面呐、邮局里面门口有人会睡在那边，我去那边。峰哥没开直播，我都会失眠。很感谢你们大家这么鼓励我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你们了。哎，没有看到嘞，你老布的老布的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找哈。还有好几包，把它送完为止哈。因为有时候懒得出门了，干脆剩没几包送一送好了。我先专心骑车啦，啊，多多帮我分享一下哈。靠背，卖搞啊龙哦。啊，现在在菜市场里面最多了哈。我刚从去了啊，我刚才看到2个夫妻吧，一男一女，应该是夫妻啊。我一人给他们一包鼻屎啦。啊，我等一下先去换机油啦，我机油刚亮哦，我机油现在亮了。哦，摩托车的机油灯亮了哦，等一下换一下机油哦，拍起。靠腰陈文，你无较早讲嘞？恁老母的老母，我现在在市场了哦。我们机油灯亮了，等一下要去换一下机油哦。我先把这些东西赶快送完哦。干你娘！好一个好手好脚啦，不工作在那里给我吸强力胶，我想过去踹他一脚，你知道吗？妈的，看起来40几岁、50几岁，在那边给我吸强力胶，他妈的！该不该打？
你娘嘞，好手好脚，不工作给我在那边吸强力胶啦！吸强力胶这种人是最让人讨厌的一种人。戏区公园那里围起来了，市场爆你一个。那个陈文哥哪里？我等一下。去撞他，唔好啦！你叫我徛倒摆甲弄，靠背，你是要害我被警察抓去关了？恁老母的老母嘞！哦，要回来车站了，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多绕几趟了。今天有开吗？开什么？开枪了。林医院的巷子进去 ，OK， 我现在过去收到，谢谢你。啊，我现在收到，那个林文大哥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哦，我现在去哦。啊，如果有在竹东这边的有地点可以提供给我了哈。啊，你不要叫我骑车去桃园呢，那边很多游民，我骑到那边可能死掉了哈。等一下哦，市场这边车子很多。我一天看不到你，我都硬不起来。靠北，你是同性恋，你是同性恋的哦，你老母的老母嘞，你是同性恋哦。等一下，前面有自助餐，那边传来有一两个。前面自助餐这边有一两个。哦，我先来这边。Hello。吼吼。有看到了。叫他送2包给你。陈文要吗？我送2包给你。靠背哦。这个给你吃。哦，这个给你吃，没关系，我放这边。哦啊，肚子饿，赶快吃。哦啊，你慢慢吃，那我走了哦。哦。不用钱啦，不用钱啦，不用钱啦，不用给我钱啦。那个不用钱没关系啦，那个刚才偷来的没关系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那个不用钱给我啦，谢谢你啦。啊，你赶快吃哦，来，再去前面寻找啊，再去前面寻找啊。今晚可以赢了，谢谢你，峰哥，你永远。靠腰哦，我你的头啦，我就讲，你娘规是拍手称我，你看好啊，好袂？小查甫，啊来，啊，附近还有哈，不要紧，连米乌豆摆无油，我去买沙拉油来加较俗。无迄汽油拢20-30块人加尔哦。来，
啊，我先骑车啊，先不看你们打字，不然我等等被车撞。我塞恁啊，奶奶奶！看哦，你要撞我。赶快分享哦！我剩没几包要送完了，赶快分享哦！哦，你这是要冤家哦！惊咯，甲恁爬3到6间，老母的老母！赶快分享啊！搞什么飞机啊？人数不到100人看吗？啊！胖。便当哥是谁？等一下，前面洗衣店之前还有看到一个。来，目前80，持续分享进来。公开分享进来。哎，洗衣店今天没有人呢。陈文抱他，靠腰你叫他抱我，冲他小同性恋哦！看，哦，小弟弟都还没长毛就抱来抱去。住竹东高中鹅妈妈印尼小吃对面。好，我绕过去，恁老母咧，后摆拍你较拍较紧的，你是无读册哦？恁哪咧？来75人，傻小，人数愈来愈少。我会打你去死啦！打手枪，你要吃遐，我泡你吃。恁老母嘞！处理你老婆哟，裤子给脱掉。哦，甲恁娘开车才会安尼啦，啊！
慢哦。三杯，三啊三杯做一回，我是恁老爸，我恁老爸。不走就。不想就爬山线。恁老母的老母咧，人数太会遮少啦。晚竹东高中鹅妈妈乡对面。三杯做一回，我是恁老爸，我恁老爸。完。陈文在打在。要上国道吗？你觉得我的头脑有像白痴吗？如果要单说明，你就出去就好了。好，来封锁掉。陈文，无看到咧，恁娘咧是咧倒位啦？晚上你的饼干全买来，我打手枪继续给你，你帮我喝。哦，我的饼干全部送给你。贝贝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是哦，你会饿吗？你会？这个给你吃，没关系啊，这个给你吃，没关系啊，放那边哦。贝贝很客气哦，拿给他了哦，拿给他了哦，没关系，那个给你吃哦，不要饿肚子了哦，不要饿肚子。主动，你说庙里嘛？周文文来恁兜开讲好啊，好打好。周文文来去你家聊天好了。峰哥唱歌好好听哦，来一人捐500来，快点，一人捐个500块给我。太初鱿鱼羹盘。靠北，我搁徛较头前个写公馆啊咧，啊到底是迄对啦？
太粗哦，靠背啊，我都无读册你，往回走哦，好啦好啦。山啊山飞，山啊山飞走一回。啊，我是恁老爸，我恁老爸。无看到咧。啊！我现在在竹东高中这里嘞，在哪里啦？剩最后2、3包啊，把它送完，任务才结束啊。恁娘嘞，我都无读册你。竹东高中下方娃娃机怎么走？你跟我讲一下。啊，这边就竹东高中，然后怎么走？卖安全帽，哪里有卖安全帽啦？靠北有没有正确地址啊？哇，你是要吹？哦，卖安全帽在对面，在对面。哦，卖安全帽在对面，往前走。往前走，看到对面有快炒啊。对面快炒啊，然后呢？啊，我要怎么走？赶快跟我讲啊！我要怎么走啦？卖安全帽那边啊，再直走，这边快炒，然后呢，再往前面还是怎么样？竹东高中对面靠北啊，不早讲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开家暴，你要不要去？哦，你们也要早一点讲啊，不然我这样绕着头很晕呢。我现在这样回转成我被车撞死。哦，下车谁？哦，等一下。哎呦，晒恁娘啊！较好，徛要紧要直销啊！
张文勇，我要去开闸不？听说这边有300块吃到饱的，不知道在哪一间哦。你要不要来？我帮你出一半。塞琳娜，我很震惊呐！我要去租马寮，人家跟我说300块吃到饱。你要不要去呀？对方可能70、80岁哦，那个给你就好了。哦，我无吃好命啦。安全帽在哪里啦？靠背啊！赶快跟我报，有谁知道卖安全帽哪里？我现在在卖安全帽门口啦，有谁可以跟我说在哪里？隔壁哦，你说隔壁的隔壁哦，是不是一个阿嬷，然后收了头骨？你说这一间吗？是这一间吗？是这一间吗？那个理发店的隔壁吗？我要去哪做爱心哪去哪？去吃大便了。紧的啦，我多巴还油嘞。是吗？你说安全帽的隔壁的隔壁吗？他也可以，拿进去会不会被骂？周五你有送过吗？换桥在隔壁几天根本就没看到啊。不会哦，好啊。不，这个给你吃，零食饼干啦。哦。饼干啊。零食跟饼干。没关系，拿进去，没有不起，那个给你吃。我不想吃饼干，我想那个便当可以吗？便当没有啊，下次好不好？你先吃那个，我过这次买便当给你哦。你先吃这个。你送给别人，因为我可以沾，因为我吃不完那么多。没关系，你先放着啦，慢慢吃哦。没关系啦，你拿去，我要去买便当，先拿着，我去买便当啊。我等一下再过来，你先拿着。不用拿。不是的，你先拿着，我等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有一只。我拿给他，他拿回来，他跟我说他不要吃饼干，他要吃便当啦。丁老师的嫌东嫌西。
哎，陈文啊，他有这款诶。我们做爱心，他给我嫌说他不要吃饼干，他要吃便当。他喜欢吃便当。你娘嘞！我都快没便当都可以吃了，他还跟我说他要吃便当。你不会送我做爱心，你可以送钱给我。干你有贵，你怎么不举那个张文勇？你去给车撞啊！你要多少我全部给你。你娘嘞！我送他好心做公益送人家东西被人家挑了，看你老母的老母的！喂，等一下，我朋友开的店。就，冲他小，好久不见。干，加你脸书不理我，拿一包七星来啊。那还有什么烟？好啦，我去做公益一下，有空再过来。好，拜。你送钱给他。现在还有在开吗？还有啊，我有加你呀、啊。都找不到啊。鸡巴啊，李龙龙，你加一下。我会用你，我会邀请你进那个天风临时粉丝团，你再按确认。我等一下再邀你，我现在在直播做公益。好，拜拜。他一个人住，他妈妈不在了，他会挑东西。了解。你娘我像安尼嫌东嫌西，恁爸来死就好啊！你娘做公益还被人家挑死，他不要吃零食，他说要吃饼干，你们觉得这样对吗？你去买便当给他吃。你去买便当给他算我的。干你娘！我是怕我等一下买便当，他跟我说我不要吃排骨，我要吃鸡腿。我如果真的去买一个排骨便当给他吃，他等一下说不要排骨要鸡腿怎么办？靠北不就换我跳楼死给他看。你老哎，好啦，都这样讲了，我去买个便当了。我随便买一个便当啦。他在挑恁爸头个小巴了。好了，我去买一个便当了哈。你们客人都这样讲话了。好了，我去买啊。峰哥好，你以后可以不用这样做直播卖东西。靠北你讲啥小听无啊？我买一个便当给他，他等一下跟我说不要吃这个，我头壳小发了一下。你去买三妈给他吃，买2个送我的，再给你钱啦。他等一下跟我说他不要那么多。好了，你们都这样讲了。老板，香肠便当1个，鸡排1个，外带哦。菜随便夹了。我的好了是吗？2个便当。随便夹，好不掉菜随便你们用。160啊。
2个便当多少？还有水好的160啊，谢谢哦。没有，我跟他讲好了，随便啊，菜随便。我帮你点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菜随便啊，胡椒不要加哦。哎，胡椒不要加，你加了哟，加了没关系。好啊，剩下一个不要加。哇，峰哥发财了，刚才去抢劫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好了吗？等一下有好啊，那个是鸡腿嘛？对对对，鸡排帮我切一切哦，谢谢你。花钱不手软，不好吃没关系，贵就好。来，那个张文勇，你先拿个10万来，快点。我第一次骑摩一个人做爱心。好了，我买便当给他，不要按怒嘛，奇怪嘞。来，目前100多位。2个，有汤匙吗？当时没有，汤匙没有。对好，谢谢哦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峰哥，你要不要打手枪啊？靠腰。我下播打给你，你给我接电话。这家很好吃哦，不好吃我也没办法。干林老师，等一下我拿便当2个便当给他，他说2个不喜欢，我就死给他看，他妈的，送人家吃东西被人家挑食，我不要吃饼干，我要吃便当，干，恁老母的老母嘞！啊，你们客人的需求啊，你们叫我买便当，我也同意了，我也买了哦。一张哥，你笑啥小小朋友？一张哥，你嘛要吃便当了哦？来来来，我买10个给你吃啦，我买10个给你吃。Hello， 便当来了。他给我走到马路上，等我买便当。无弄真巧嘞，恁老母嘞！我本想跟你说那个写这边帮我买木瓜汁，你就跑那么快。买木瓜汁哦。或者西瓜汁跟伯朗咖啡。我想你2个便当你先拿去吃好不好？我先忙，等一下再过来。啊，一下子买2个。对啊，我怕你肚子饿，3天没有吃饭了，2个给你吃啊。哦。我说买1个，然后想跟你做1个。好，我等一下再过来好了。好。张文勇在哪在？看你娘！买2个便当，跟我说买太多还要西瓜汁。干你娘！恁北京要慈善机构。干你娘！刚才很多人相信啊，我拿零食给他，他说不要他买便当啊，买2个便当给他，他也说买那么多。还跟我忘记跟你讲要买木瓜牛奶或西瓜汁。峰哥，你去买啦！好，我去买，干你娘嘞！好，我去买啊！好，我去买。那没多少钱了，我去买。做公益就是这样很累啦，尤其遇到这一种的，我们没办法跟他沟通，只能帮尽量帮啦，好不好？
做爱心就是这样子那么累啦，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哦。Hello。哎。钱改天再会给你，没有会随便的啦。老板，西瓜汁2杯。你娘嘞！我再买2杯西瓜汁给他喝，他等一下跟我说要喝木摸瓜牛奶，我真的会发飙，去被他塞了。多少？我明天要去跟市政府请款了。装在一起哦。哎，我以后哪一天换我变流浪汉，你们会不会给我吃饭？会打会不会打不会？我以后变成游民，你们会不会像我今天这样捐东西给我吃？会打会不会打不会？我一定会来，我试看看，晚上我在这里睡。干你老师，我拿一个网工，看你们会不会丢钱？好，谢谢哦，等我一下，放个包包。哎，装一起就好了。谢谢阿姨，拜拜。以前常来这间买，不错喝。Hello， 我过一下。我决定了，为了这个阿嬷，我的饭给她吃，晚餐我不吃了，省钱。一天没吃不会死掉了。我最痛苦的时候3天没有吃饭，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打相信，3天整整没有吃饭，只有喝白开水。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打相信。我等一下，我关电灯关暗一点，我要骑车哦，危险。大小，零食拿给便当哥，什么便当哥啦？哦，很累啊。哦，他一个人住了。啊，你还没吃饭哦？还没啊。你在等西瓜汁哦？2杯够不够啊？2杯啊，2个便当，2个西瓜汁够不够？好，够好，我走了哦。好，你慢慢吃。你是哪边来的人？你怎么会知道我要什么？没有，住附近而已啊。哈，不要问了，你赶快吃啊。我走了。哦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好，不会，不用跟我说谢谢，赶快吃哦，拜拜。我问他两个便当，2个西瓜汁够不够？他说够。哦，好险够。恁遐啊喊不够，恁别头壳小巴了去啊。
开玩笑的啦哈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爱心哦，来我看一下时间，因为我等一下我1点要开播了哦。来，我们7点半或8点准时开播哦。今天公益先到这边哦，感谢各位的照顾关心哦，然后让我有这一天，有一天自己也完成愿望要做公益哦。来，7点半8点准时开播，来各位晚。我一定会来，我试看看，晚上我在这里睡。干你老师，我拿一个网工看你们会不会丢钱？